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妹小美。上次呢，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我们的新品衣服，就是民族风的这个刺绣的毛呢外套。很多小伙伴给九妹留言说有没有其他颜色，就是红色呢，可能有的人会 hold 不住。那今天我就给大家安排了一套蓝色款，一起来看一下。蓝色呢，它的版型呢，跟我们这个红色呢，基本上是一致的，也有了这个非常吉祥如意的这个盘扣，还有呢，它的刺绣因为结合蓝色做了一点点冷色调的这种这个刺绣苗族刺绣，然后它的面料呢也是保暖绒，就是特别适合秋冬来穿，但是内面是这种绒面的，摸起来手感很舒服，外面呢又是这种印花纹面的，就是有点像我们这种蜡染的那种颜色，就是板蓝根印出来那种蓝靛染出的颜色，非常的古典大气。它整体的版型又是非常修身显瘦，也是我们传统结合的一种对襟，又很像那种古代宋制的那种衣服。但是呢，它的绣花整体做到了一个抬高腰线的设计。你看，这样穿起来的话，我们的视觉重心就在上面，不在下面。为了跟这个搭配呢，我们也找了一个传统的手工刺绣的衣服来做了一个简单的改良设计。这个呢，就也是分成2件套，一个带有小花苗的这种像小坎肩，因为我们苗族有的像小花苗、大花苗，他们这个支系据说是古代军人的这个后代，所以他们的衣服都保留这种战甲的样式，所以它这个有一点 V 领的小坎肩，非常的精致秀气。看上面的绣花都是以前手工刺绣的，非常的细腻。像这种纯手工刺绣的蜡染裙呢，也基本上都是孤品了。我们也是把它做了一个简单的现代的那种百褶裙，做了一个少女的这个改良。这个就是短款，上次给大家分享的是长款，这个呢就是小短款。上面的刺绣也是非常的古朴秀气的，纯手工麻布，然后结合我们手工的蜡染，一点一点绘出来的。你把它那个褶子打开，都可以看到上面花纹都非常的细腻和精致。这个就是古代的传统色。然后这一个蜡染裙也是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是找不到第2条跟它一模一样的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拿这3个古代、近代的这个蓝色和现代这个印花蓝做一个组合搭配，来拍一个苗疆的现代民族风。会跨过山海，你可以入梦来。